台湾文化协会到今已经是100年了。迄当时的作家赖和和工人运动的路边顶人，拢认为资本主义和劳工阶层是哪行哪远。伊就写新文学为劳工，唱出百姓受失眠的苦难，行出左派路线。最近，国立台湾文学馆特别举办展览，要让民众了解到100年以前因替台湾文化所做的打拼。我是赖和，彰化人，伫咧市脚尾开医生馆。我写汉诗，写新文学的小说、散文和诗。伫咧台湾明报文艺栏做主编时，鼓励大家写出当时时代正的状况。伫1920年代，迄个报纸顶头新旧文学吵吵闹闹、关未停的时期，台湾文化协会重要的成员赖和特别讲过，语言只是一个工具，伊认为搭建各阶级会议的新文学才是上适合大众的。所以赖和的提醒，遮个知识有都唔通家己讲家己介意的代志，还是重要的代志，你应该爱回头去看，你后壁的大众敢有对起来。规个展览就想要对即个物件来出发。我用一个迄种技术叫做深度伪装技术吼，就是听即摆演员少年的讲的话、旧的相片吼，甲用电脑去甲算出来，甲咱即摆大众讲伊要甲大众讲的话安尼。同款是文协重要成员的工人运动领袖罗炳丁、民间文学家李宪章、音乐创作者林时豪、画家陈定波、甲小说家杨奎，因为看见日本殖民时代阶级分化的情形严重，所以决心行出较左派的路线，用因的创作甲贴心了解百姓受剥削、侮辱甚至歧视的各种艰苦。这个1934年哥伦比亚公司发行的一粒红卵，就是罗炳丁的太太林时豪演唱，轻松的 jazz 曲风，除了透露传统女性无法度生的哀怨，也暗指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不满。叙述这个文化运动是会当帮助人民的生活做改变，敢讲是透过演讲，透过家己讲卫生、准时、科学，这个物件，咱就会当改变咱的生活。阮想要拍破一个物件，就是讲，虽然学历也是好的成绩，敢讲是上重要的代志。对土地有疼心，对送乡人有同情心，对社会代志有关心，安尼的少年人，才是咱即马台湾所需要的困难。咱该了解讲，100当前，其实迄个时阵，咱大家伫奋斗是啥物？哦，因为应该看咱即摆差真济啊，有哪一个精神一直佮留落来，我感觉讲是就是文明、佮自由、哦，佮平等。1921年，文协成立到这时，对日本殖民、白色恐怖、改检到一动金，国立台湾文学馆希望以这6位成败留落来的文学创作甲思想，甲伊包装像精辟的概念和现处时的咱对话，希望延续文化能量，也记录这一路行来的脚迹。记者阿明金曾派文台南报道。